Hello，歡迎大家返到嚟漂流書室，我係咕嚕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喺公園玩，見到一個小弟弟或者小妹妹走失咗，佢喺度喊住咁搵媽媽，你會點樣做呢？你會唔會停低落嚟幫佢啊？今日漂流書室要去到一個非常混亂、到處都係灰塵嘅戰場，嗰度叫做長板坡。劉備嘅家人正喺逃難之中失散。連劉備嘅小 BB 阿斗都唔見咗。呢個時候，有一個身穿白色盔甲、騎住白馬嘅英雄經過，一個人衝咗去一個好危險嘅地方。呢一個英雄叫做趙雲，大家都會叫佢做趙子龍。佢希望可以揾翻小 BB 阿斗，並且將佢帶翻去屋企。喺戰場上邊，到處都係曹操嘅士兵，煙霧好大，乜嘢都睇唔清楚。但係趙雲手拎住長槍，一邊保護老百姓，一邊大叫住：阿斗，你喺邊度啊？佢揾過一座又一座嘅村莊，闖過一個又一個嘅路口。雖然身上有傷口，衣服亦都污糟咗，但係趙雲心裏邊淨係得一個念頭，佢就係咁諗。我答應過劉備，一定要好好咁樣保護佢嘅家人，我絕唔可能就咁掉低阿斗。終於，佢喺一棵枯樹下邊嘅牆角邊揾到一個受驚嘅小 BB。趙雲好快就跳落馬，好溫柔咁樣將呢個小 BB 抱起。但係周圍全部都係敵人，究竟佢可以點樣逃出生天呢？趙雲做咗一個好聰明嘅動作，佢解開咗自己嘅防具護心鏡，將 BB 好緊咁樣綁喺自己嘅心口。佢同 BB 講：唔使驚，我一定會帶你返屋企。趙雲單手抱住小 BB， 另一隻手就拎住長槍，就好似一條白色嘅龍衝入咗去曹操嘅大軍。曹操喺遠處嘅高山上邊望到呢一幕，忍唔住拍手。佢就話：呢個趙雲真係一個了不起嘅英雄。趙雲喺大軍衝過嚟，殺過去，冇人可以擋得住佢。最後佢全身都係汗水同埋灰塵，終於衝出重圍，將小 BB 阿斗平平安安咁樣交返去劉備嘅手入邊。趙雲證明咗，為咗守護心愛嘅人，人係可以變得無比強大。小朋友，我哋今日要學識一個字，係非常有溫度嘅字，叫做守護。守係解守住，護就係解保護，所以守護意思就係指用心睇住你一啲好重要嘅人同埋事，唔俾佢哋受傷，就好似趙雲保護小 BB 阿斗一樣，亦都好似你爸爸媽媽每一日都喺度守護你哋長大一樣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小朋友喺海外長大，我哋就係佢哋嘅守護者。我哋可以同小朋友講，勇敢嘅人唔係因為佢唔怕痛，而係佢心入邊有想守護嘅嘢。當你學識守護自己嘅夢想，守護我哋嘅家鄉，守護我哋嘅文化，守護我哋嘅語言嘅時候，我哋一樣可以變到好似趙雲一樣咁強大。最後趙雲救返小 BB 阿斗，但係曹操嘅大軍仍然喺後邊追緊上嚟。呢個時候，張飛突然間大叫一聲，佢就喺長板橋大叫一聲。究竟呢一聲會發生乜嘢事呢？我係咕嚕，多謝你哋陪我一齊守護故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